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型新闻，枪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嫌犯山上彻也，将以防以杀人罪起诉。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一个国家对中国人入境加强检疫。不过，中国政府敢若暂停对日本佮南韩发签证，佮美接恢复美国甲澳洲的航班，是引起南韩媒体批评。英国《Times》报道，英国哈利王子新册写着真侪红色的内部，讲查尔斯甲威廉翁仔某拢无回应，颠倒是前女王的新闻秘书抗议内容有错误，要求出版商都要回失礼。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的图书馆甲车库陆续抄到国家的机密文件，特别调查官已经开始调查。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大雪大雨落无停，即马阁有严重的加利亚风。阿拉巴马、乔治亚甲南卡罗来纳一礼拜就加13阵加利亚风，让阿拉巴马至少是有6个人死亡，数10万人停电。美国前总统 Trump 因为私人徛假有藏国家的机密文件，面临官司。即马现任的总统拜登嘛，互压出讲伊的徛假甲私人的图书馆拢有机密文件，而且拜登本人昨嘛已经承认啊。不过甲 Trump 无共的是，拜登无硬拗，强调只是无注意到藏唔着所在，会配合甲文件交倒转去。美国总统拜登12号媒体问讲，伊伫咧德拉华州的徛街所发现的上新的一批机密文件，要啊，佫讲另外一个发现文件的地点是伊私人的图书馆。Classified material next to your Corvette. What were you thinking? My Corvette's in a locked garage. Okay, so it's not like you're sitting out in the street. People know I take classified documents and classified material seriously. I also said we're cooperating fully and completely with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review. 司法部长贾兰德已经任命前政府检察官霍尔进行独立调查。霍尔是川普做总统时阵任命的马里兰州检察官。贾兰德讲，拜登的律师是去年12月20发现车库内面的文件，联邦调查局已经把文件暂登记保存。司法部是这个月12接到律师通报。The document authorizes hi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ny person or entity violated the law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matter. But under the regulations, the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here require the appointment of a special counsel for this matter. 拜登的特别法律顾问索博发声明，由白宫代为宣布，声明讲，总统会甲调查这件代志的独立特别检察官合作。We are confident that a thorough review will show that these documents were inadvertently misplaced, and the president and his lawyers acted promptly upon discovering of this mistake. 拜登的私人律师是去年11月初2，也就是其中选举进前，伫咧进前工作的华府机关办公室一个有锁的柜仔内面，第一遍发现机密文件。不过，这个消息一直到这个月初9才公开。索博讲，要因检视拜登伫咧2017年退任副总统的职位了，其他可能运送甲藏文件的地点。司法部伫咧过去几个月一直伫咧调查前总统川普海河庄园发现超过300份机密文件案件，伫即马拜登互人逼供，也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司法部也找专人就法律甲政治面进行独立调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荷兰的国家档案局顶一日是公布一张藏宝图，讲真有可能是二战时期纳粹军队带的宝藏。封匣内底是有4箱，内底有碲、珠宝、金仔甲，有银角啊。这张藏宝图所讲的地点嘛，已经去互查出来啊，是荷兰的一个小庄仔头欧瑞姆村。咱看这张藏宝图是画甲真像咱伫红仔册当中看到的迄款。这个红色圆箍啊，就是有宝藏的所在。咱过来看正手边下骹这搭，会用看出更较明显是带伫一张大树仔骹。不过这树仔遮尼济，老实讲实在是真无好找。这找宝藏是每一个人拢有的梦想。这阵已经开始有民众走去这个庄仔头摕金属探测器咧找啊。外界估计这批宝藏是价值超过1900万的美金，6亿个台票。Kijk, hier is dus duidelijk niets, hè? Gewoon even naar jou, hè? Ja. Maar hier wel. Hoor je het?
这个欧弟想摕这个金属探测器，伫这片树林内面四界找，伊是一队要找宝藏的人内面其中一个。这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为了要过来银河，进军德国北部，伫1944年9月是发动市场飞航作战，投入几万人的兵力对空中和地面，要抢来银河的构造桥，其中伫荷兰东部安兴市的大桥是因交火的重点。美军伫市场飞航的行动如果是失败，继而才甲德军赶出荷兰。伫战火遮尔乱的时阵，荷兰鹿特丹银行设伫当地的分行嘛，互炮火炸着，传出德军甲银行内面真侪珍贵的物件拢抢去。在离安兴市真近的小镇欧莫罕。Nou, er wordt omschreven dat het gaat om armbanden, horloges, brosjes, kettingen, zilveren munten, gouden munten, edelstenen, robijnen, diamanten. Dus ja, echt veel. 东岸局的人员指出讲，这张地图有标出外团当初德军藏宝的地点，伫超过保密年限公开了后，随成一堆想要挖宝藏的人来。有的人阁真功夫去比对老地图和即摆的地图，才开始来挖宝藏。En dan komen wij tot de conclusie dat het kruisje wat. Hier heb je deze vork en hier heb je een vork. Het kruisje wat hier aangegeven staat als zijnde de plek waar de schat zou moeten liggen, hier is waar wij nu samen staan. 问题是，欧莫罕几十年来，人口拢干那几百个人，这么安静的小镇，忽然间一堆挖宝的人来，互居民是真困扰。外电报道指出讲，就算真正有宝藏，75天内早就互发现摕走啊。挖宝藏的人除了干扰居民，会当发现什么宝藏，当地的人是真怀疑。公司新闻持家人编译。去年联合国捌指出，乌克兰甲罗西亚孤独政府。这阵乌克兰的执法单位是讲，罗西亚军占领赫尔松是有200个人受到酷刑，受害者嘛出面证实。另外，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这阵是出现一座大型的空板，顶悬是放烧掉的罗西亚克里姆林宫，受这些民众专工来翕相。 Коли в тебе на голові мішок, і коли тебе б'ють, і складається такий вакуум, ти не можеш не дихати, нічого, ти взагалі ж нічого не можеш зробити, і себе захистити ти не можеш. 讲迄段战争的经过，带伫乌克兰赫尔松的居民目屎甘目盐。俄国开战了后，入侵赫尔松的俄军，毋但满伊的指甲，各用步枪拍伊的面，伤口严重到敢若会当去做美容手术复原。 Тому в мене кухня така невеличка. Вони нагріли кип'яток. Якщо я не працюю, тобто руки мені не потрібні. Тобто я одну руку висмикнула, а на ліву кип'яток пішов. 类似的故事也伫其他互俄军战争对台赫尔松人口中讲出来，有人一直放电，也是讲断骨头、性暴力的事件嘛真济。互人家己的人可能几落个月拢无有够的食物甲水通食。乌克兰执法部门甲国际检察官协会为俄军夺回赫尔松了后，就展开调查，目前查出差不多200人互俄军刑求，人数可能也会增加。 Ми беремо такі катівні масштабні, то там знаходилися спеціальні підрозділи, і таке враження, що вони пройшли спеціальну підготовку з катування людей. Це підрозділи Російської гвардії і ФСБ. 联合国去年11月就捌提出证据，讲俄俄双方拢捌刑求掠到的人，而且俄罗斯是有计划伫进行。根据乌克兰当局的报告，5万件战争罪记录中，有将近8000件是伫赫尔松。俄军暴行也激发乌克兰人的怒火。最近伫首都基辅市区，就出现一座设计做邮票造型的大型看板，顶悬印克里姆林宫互人烧毁的图样，也引起不少民众做伙翕相写信。公司新闻牛燕编译。 战争时期，除了轰炸当时的苦难，但是去互敌军占去生活的改变，嘛是真大难关。亲像乌克兰的马利坡，即阵已经是完全受罗西亚管控。罗西亚嘛已经开始要改造马利坡，禁止学校讲乌克兰语。而且罗西亚佫甲一座戏院拆掉，这座戏院当时是有300多位兵民伫咧轰炸时阵去互绑死。 这款做法就互人怀疑讲，罗西亚毋但要消灭当地文化，阁想要暗砍战争犯罪证据。伫乌克兰城市涅波罗，一个专门收容原本住伫马里波的居民的避难中心，
这位叫做伊娜的查某人，本来伫甲记者讲伊以前住伫马里波的代志，但是记者放影片互伊看，看到家己的厝已经去互罗西亚军队炸害，而且被互拆掉啊！伊娜艰苦甲目屎用要忍落来。Конечно, уже потом просто не спала.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 он. 乌克兰南部重要的城市马里波，自从罗西亚发动战争以来，就一直受到严重的炮火攻击。2022年5月20日，伫耶稣光天手死守82天的乌克兰战士投降了后，这个城市就完全去予罗西亚占领。罗西亚伫12月左右开始进行因所讲的复兴马里波的计划，将一寡去予炸弹炸害的厝拆掉，另外起真侪新的公寓。要将马里波改造做一个罗西亚的城市。Я не знаю, как можно сейчас псуют конфету за разрушенные дома, за убитых людей, и они во что-то верят. Я не знаю, я не понимаю. 伫罗西亚要拆掉的建筑物当中，上界关键的是这个剧院。这栋原本有红色的厝尾顶的剧院，是马里波上重要的文化艺术中心。但是2022年3月16号，当时有千外的乌克兰民众走来这个剧院要被空袭，因搁伫涂骹用白色的喷漆写罗西亚文的儿童这个字。表示剧院内面有美真侪囡仔，但是罗西亚军队也上炸弹把这个剧院规个炸掉，造成至少300个民众死亡。即马因要将这个剧院拆掉，毋但是要毁掉马里波重要的文化资产，嘛是要将因伫战争当中犯罪证据消灭掉。Тобто дійсно йде переписування історії, переписування національної ідентичності. 原本用黄色甲蓝色代表乌克兰国旗的马里波的地标，即马已经换做代表罗西亚国旗的白色、蓝色甲红色。为着要纪念一个互罗西亚炮火攻击的查某囡仔所做的当地真出名的壁画，即马嘛拢互拆掉啊！马里波的囡仔即马伫学校袂用个搁讲乌克兰话，无论是有形的建筑物，还是无形的语言文化。罗西亚的改造计划已经互马里波这个城市离乌克兰愈来愈远啊！记者甘美玲编译。美国传奇名车鸟王的查某囝，本身嘛是歌手的丽莎玛丽，将伫厝心中熊熊定去过身，才到54岁。丽莎玛丽·普利斯兰7站甲甲伊妈妈普瑞西拉到庭参加金球奖颁奖典礼，见证电影《鸟王艾维斯》的男主角奥斯汀·巴特勒得到戏剧里最佳男主角奖的历史性一刻。想要90支竟然传出伊伫加州卡拉巴萨斯徛喺心中熊熊停落来，魂未送去，毋过伊原叫无转来，享年54岁。娱乐网站 TMZ 的消息指出，丽莎玛丽倒伫疫情的时阵，带做会前翁音乐人，但伊之后捌对伊进行心肺复苏术，手术过程各自肾上腺素，毋过依然无效。消息传出了后，好莱坞电影界人士拢表达毋甘甲着惊。伊故乡田纳西州曼菲斯的游雅园，迄一天半暝就民众去哀悼致意。Yeah, it was very shocking. You know, it's kind of unreal. Her life has to have been so strange. It's like royalty in a way, you know, coming from the Presley family and then Michael Jackson. 丽莎玛丽的老爸，美国摇滚乐传奇鸟王艾维斯·普利斯兰，1977年8月42岁就过身，迄时阵伊只有9岁。丽莎玛丽伫2003年也正式乐坛发行专辑唱片，伊有过4段婚姻，但伊只后是第1任。乐坛大名车 Michael Jackson 是第2任，第3任是好莱坞影星尼可拉斯凯奇，音乐制作人洛克伍德是第4任。伊有4个囡仔，为伊的后生颁个名之后，2010年开情自杀身亡，只有17岁。互普利斯兰家族增加一件遗憾的代志。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瑞典是发现欧洲上界大稀土产地，有超过100万吨。这稀土是高科技产品上界重要的原料，亲像手机啊、电动车，甚至是飞弹，拢爱用到。不过目前欧洲本身是无生产稀土，98%拢是爱挖靠中国进口。未来电动车风力发电若愈来愈兴，这稀土就会愈来愈抢市。即阵欧洲发现新产地，就当减少挖靠中国进口。
欧洲伫停止伫珍贵稀土原料对中国的挖矿答案，可能就伫瑞典北部拉普兰地区，由政府所属的瑞典矿业集团 LKAB 探勘的矿层内。2021年，欧盟使用的稀土98%是为中国进口，因为全球伫电动车、风力、加热机的需求增加，这项互人发现是绿色转型的关键。LKAB 12日表示，矿层范围的稀土有超过100万吨。What we have now is the largest deposit in Europe regarding these materials of REEs. Of course, it will be a foundation for a continuous European leadership regard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is important task to electrify and conduct the green transition, but continue to be competitive. 虽然讲这是欧洲上大的稀土矿层，但过占全球总存量的比例真少。稀土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烂系统元素内底17种元素的总称，运用范围真宽，手机啊、硬碟、火车，也有包括风力发电机甲电动汽车引擎，拢用得到关键金属元素，也会当用伫军事设备，像讲飞弹的诱导系统。It is a significant happening which can play a key role in securing a green transition within the EU. 欧盟执委会表示，因为欧盟经济的数位也加绿色转型，稀土需求到2030年增加到5倍。瑞典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互人当作是真重要的国家。不过，伫瑞典开采矿层真困难，因为北欧国家真烦恼新矿层可能对所在地区的水资源加生物的多样性带来风险。得到批准的过程，大部分是真废弃个了工。LKAB 嘛承认，说来要进入环评，得到许可这流程，估计至少要10至15年才当正式开采。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感谢您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再会。